子哥，安娜，你最近吼表现真好。安尼哦，对，我爱互你鼓励一下，你甲我讲，互你5粒梅花。哇，5粒梅花呢？哎，人上校嘛才3粒呢，安尼。嘿，5粒，一生加2粒5粒。因为责任重大。哦，责任重大，而且这是国道5号。梅花嘛，对不？你讲的是对的呢。我讲的是对的。是对的呢，咱要。那我是国道5号。你是国道5号。咱要去宜兰佚佗。去宜兰。是安尼。好，宜兰足大。什么所在？什么所在哦？甲梅花有关系？甲梅花已经过啊啦。啊，无是甲什么有关系？啊，伊的地方的名。地方的名。地方的名。啊，你应该爱摕一个大头佛，迄我你莫甲我破干啦！你莫甲我破干啦！你真是。大头佛。安尼我看袂到，先过自在啊吧？你看我带着楼梯，你看哦。你等啦。对我来，你来。你这，咱要去倒位？什么有头？什么所在？有头哦，望眼头我真正唔知呢。啊，头什么？头什么？头你的头，咱要去头城啦。头城。哦，头城，我地这。头城。你嘛拜托嘅，你听起来我会害羞啦。啊，你讲无加少好，你来头城呢？你，啊，你无我招我朋友来哦。啊，你叫你朋友啊，来啊！哎呀，东哥要来头城佚佗哦，热血对白哎。就一下。欢迎！来！哎，你算好未？会串吼。哇你啊，你看做什么啊你？这是什么节目啦？哎呀，过年时阵会使请我去那个那，系啊，我会使做那工过的。你甲你讲笑，你嘛拜托。哇你！走秀，时尚感，时尚，你不要搞了哦！大头时尚，厉害呢！啊，那你有这广嘞！所以今天你要去做拜拜。头城，头是去食好物件，去佚佗，唔是要去拜拜。无要拜拜。无要拜拜。好，啊，行了。谢谢。你让我老寡安呢？再开场呢，你再欠的。哎，今仔日要去的所在就是头城。头城你有啥物熟悉的部分？我之前拢去边冲浪，我拄则路听着哦。哎，你那真，你看我，北山东北菜，你这样大头我冲浪，会摇呢？哎，不是肥着袂使当冲浪呢。你会晓呢？嘿啊，虽然讲即摆我去免迄个板子，我。家己就会当扶起来，免绑啊，免绑啊！你几年前去冲影？差不多10年前。10年前。哦，石港嘛。对。啊，即马最近是带阮囝啦，去迄边食物件。你讲食海产啊？对，食海产去迄所在足水的。哎呀，送过嘞。我之前是去遐有一间餐厅。看起来敢若伫咧法国诶，啊对，对无？啊，就是伊诶料理嘛就好食，啊遐个你我去迄巷仔内底，伊个有像即种相片，嘿，3D 的即种巷仔，啊你带囡仔去遐行行诶翕相，
伊嘛算啊足欢喜对啊。对啊，阮就带囡仔三不五时就去遐迄边踅踅。佫有足侪囡仔会当耍的设施，足侪去迄边，真正会足欢喜。对啊，足适合的啊。伊讲一个足水的所在，有可能有人知影，有人唔知影，啊唔知影就要去问在地的人嘛。对对。今仔日我的导览先生呢，就是一个足热情、热心的好厝边，伊设立了一个救门站。救门站，你若是要知影，这个所在有啥物好食的、好耍的，倒位要安怎行，伊拢知影。嘿，嘛是足有好心的一个人。啊，你若是有问题，拢会使问伊，啊，算命啊，迄拢会使。啥物拢会通就对。啥物拢会通。对，欢迎我的万事通的导览先生，头城上亲切的好厝边鹏鹏老师。鹏鹏老师，问世600哦。问世600，若是，搁有咱的这个摸彩券，会当搁加一项啦，免钱，就是洗头城油烫海就对啦。水哦，好，今仔日来导览进前，咱有考核要看一下。是。来，准备好啊。好。好山好水好头城，代代拢会出后人。厉害故事，厝边头尾讲互你听。老师你好。耶，请坐老师。金鱼岛。嘿，这是咱好像叫金鱼岛。嘿，他拄啊，咱搭配有介绍着讲，这是咱是这个借问站啊，平民厝边借问站，所以阮每一期阮拢会出版咱这个社区的刊物，去介绍咱头城的好食的、好看的、好耍的，而且佫有公共性。重点是这是拢免费的刊物，啊，阮团队拢会去记录头城大细的大代志。啊，你拢做这免钱的，拢无趁钱的。啊，你的收入要安怎？我收入佫有真侪种，譬如讲，咱这个导览的这个路线，甲旅行社有配合，而且咱即马伫扫这个地方创新，伫头城有真侪这个故事，嘛有阿多啊。去冲浪啊，吼，大伫遮的啊，阮的工作就是会替因办培训，吼，清创培力，吼，辅导因创业，啊，而且佫替因办身份证，哦，规划过，头拄咱讲到迄个明马丁先生吼，伊是来自阿根廷，阮就替伊办身份证，啊，即马嘛成为咱的这个新台湾人。那是这个音乐国际人才，可以根留在小镇。所以阮是小镇国际村呐。伊真正甲高人安尼拢 call 为我来呢。对啊，全拢安尼一手包办。讲一个市长顶计话，迄个咱迄个加拿大的布兰登市的市长 Jeff， 伊拄好来咱头城来甲阮关心啦。啊，所以讲阮即马外国人住伫头城，上起码至少50。至少50个外国人。啊，伊逐工吼，我就熟悉3个。系啊，你就熟悉3个。我朋友的朋友啊，啊，因拢伫头城，因为因拢介意外国迄种住平房 house 嘛，一定爱有花园。因家己种菜啊、饲芳啊，拢有。好所在。因为头城遮吼，离山离海吼，差不多拢5分钟就会当到。对呢，所以非常的方便。重影嘛，使重影呢。而且来台北差不多无到50分钟，都会当来台北上班啊、办代志啊，去南部拢真方便呐，一日生活圈呐。若是学税无读车啦。嘿，若是无读车的话，无唔对啦。你坐客运一定袂读车。真的，我若去宜兰，我一定坐客运。系啊。啊，我客运啊，袂读车。客运拢行边啊，你是大家拢爱排队，但是客运唔免，伊真正唔免。所以你坐客运你唔管你是拜甲拜5，还是拜6礼拜，拢一定45分之内。哦，安尼足紧呢。所以你绝对唔好家己开车。无唔对，无错，这耗时来行的。所以咱讲咱头城出高人，啊，咱嘛考足侪高人入来。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啊，无咱即马就来听看嘛头城的高人的故事。好，高人。有请。欢迎鹏鹏老师。好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头城
金鱼厝边的彭仁宏，大家拢叫我彭彭老师。今仔真欢喜，透过这个节目来介绍我的故乡头城。即马，互我带大家来洗头城。来去。咱讲咱头城镇是咱全宜兰县12乡镇当中第一个开发的城市。在第一个开发的城市来讲，为乌沙入来宜兰第一个城镇，就是咱的头城镇。咱头城镇除了今仔日介绍的土城老街以外，另外阮阁有全国上侪这个7个火车头，阁会有个渔村的这个港口，而且阁有前一阵啊网友无热搜的热议的迄种孤山岛有无？咱讲孤山的石头，孤山岛就是伫咱的头城镇。所以今仔日呢，就互我这个来甲大家介绍吼，咱的这个头城老街的这个文化。他都好事讲，除了咱坐客运了，另外你嘛会通坐这个火车。火车就是伫咱这个头城火车头出来了后，差不多你就是咱的这个600公尺的这个老街的这个范围啦。所以我想要透过这个影片来介绍咱在地这个，他都讲的后人真济。这画面中的这个影片，都是其中一位，第一位就是咱的铅笔马丁老师，伊透过伊的画笔来记录头城。他都讲到头城老街虽然只有600公尺，但是咱讲的一句话就是街头街尾土地公。这是咱的这个北门段的这个老街。这伊都是依照做贸易，所以有一寡货物会囤积在这个北门段这边。你若是南门老街这个部分，依早有真侪卖店家所以拢会有伊的特色，就是有真侪转红的这个墙。然后另外中央就是咱清朝的时阵，伊都开始有这个起这个妈祖庙，因为咱靠海嘛，所以清朝嘉庆元年开始设立的这个妈祖庙叫做庆元宫，所以咱的老街就是街头街尾土地公，中央妈祖庙庆元宫。刷落来，咱来介绍，咱为南门开始导览起啦吼。南门的这个老街来讲，因为咱头都讲到，咱过去，因为咱伫南门段有真侪做生意的这个卖店，所以你咧看到这个南门段了后，每一档的这个土地公，阮拢会有一寡，比如讲食平安龟啦，还有这个财神龟，祈求大家这个会当赚到钱。刷来咱来看。贵吗？伊有一个，阮会做这个用菠萝面包来做乌龟的造型。你若有拔到神杯，你同啊摕一只回去食平安。菠萝面包。嘛有求发财金。刷来你看到咱的这个南门土地公庙边啊，都有咱这个财神龟。咱大家来又看卖，蒙达几个的部位会当赚大钱。大家要又看嘛？蒙古的倒位趁钱，几个部位你知道？一定就爱蒙眼头。这个蒙头会趁钱。你是要今麦是要个12点啦吼。先听解释就是要蒙头趁钱。因为就是敢若意思就是讲，你爱乖哦，爱乖哦，互我趁大钱哦。若是蒙伊蒙卡的话，敢若。就是无 feeling 啊，无 feel 啊，可能感受袂到就对。对，头较敏感，较敏感。对，你头拄啊，无想要蒙头吗？我先听伊想要蒙倒位。想要蒙伊的大家听是安那？因为我细汉的时阵有饲一只细只的，迄个叫做金钱龟，去蒙古卡，对会有钱。所以，若是这只，我会想要蒙卡。哦，这敢若有道理哦。是古壳吗？3句话啦吼，蒙古喙，平安大富贵。蒙古壳，趁钱稳达达。对啊。蒙古卡，米翁食袂大。所以这三句话送互大家。大家拢趁钱。咱继续看，咱头到为这个南门的这个南门段了，刷来咱爱行到咱老街的中段。老街的这个中段，头都有讲到，咱街头街尾土地公，所以大家拢有赚到钱。但是赚到钱了后，咱现在有钱人，伊大的伊这个厝是洗做啥款？甲大家分享一个秘密。你看到，一般来讲，咱的这个门帘有无？要么伊都是用刻的。
要么你就是直接用打的，对吧？伊这个叫做阴阳科啦，叫做有一种技法叫做加当立石榴。简单讲，就是运用加当甲石榴两种的木材，透过雕刻加这个镶嵌的方式，甲砍子甲砍入去。这真正是袂使讲是食饱想用人伫做的，但是简单讲就是真正有钱啊，有钱好呀，赚到钱才有这种文化，你知无？才会想一寡较幼路的物件来展现伊的无共款。你讲迄两种木材用一句话叫啥物？加当立石榴、加当加石榴两种木材。加当立石榴，加当立石榴。这两款的茶拢是足定的，是毋是？足定的。足定的是无一定，但是一定足贵的。嘿，对，因为好野人呢。嘿啊，好野人的啊，伊即马嘛是咱宜兰县内限定古迹。但限定古迹这个厝主伊非常的有爱心，所以伊就甲因兜的这个限定古迹提供出来，即马比嘛是真济咱的这个银发族。伫遐做巷弄长照据点一个好所在。所来咱要介绍的是咱南洋第一笔之称，咱的这个康燕泉的这个家族，因兜来到头城，你除了有好食的好耍的所在以外，另外还有一个文化的体验，就是咱的拓碑的体验。拓碑的这个体验以外，跟我另外一个就是毛笔字，咱的这个阿督啊来到咱头城拢会来写这个有写这个爱台湾啊，爱台湾啊，而且咱都是台湾人啊，所以讲真济这阿多啊，一开始来的时阵，因迄国家可能无这个毛笔的这个文化，对无？一开始敢若鬼画符，你知无？但透过老师的这个教学了，写了袂歹，这都是真正甲台湾的文化拖出去，互更较侪世界人知影咱台湾的这个在地文化。刷落来，我要介绍的这来自咱头城老街上两条巷仔内，才知影这个完美打卡墙啦，完美打卡的这个巷弄，其中第一条就是咱的这个文学巷、文学巷。啊，像咱讲这个文学巷，你看真济本册踩伫遮，你就知影伊敢若不哩爱读册啦。其实嘛毋是啦吼，因为这条文学巷是因为咱过去咱真济这个先人啦吼，因的每一届因去出游的时阵，转来拢会写一首诗啊，这首诗拢会伫咱的这个咱的这个天花板顶头，刚刚用钢板的这个方式，另外一个白话文学家叫做李荣春先生，伊就是一世人拢写头城的故事，所以用白话文学来写，所以伊即嘛变做讲是一个热门网红的打卡景点。另外一条啦吼，咱讲另外一条，就是咱的这个艺术巷。你看到这有无？咱的这个艺术巷，你就感觉真有气质对无？整个这个氛围都不一样了。因为这条艺术巷是阮另外一位，嘛是头城后人，叫做杨前忠老师。伊的专长都是以水彩加这个油画为主。这8图都是咱头城老街上的这个第一届馆长。罗占雄馆长因兜头前的这个史云湖，以早是有小船行走，因为咱过贸易的这个关系，所以咱今麦东西写历史，他都要宋哥有讲到讲，你有去遐老街上这个法式餐厅，是不是伫隔壁啊？就是伫隔壁，因为这个你讲的这个法式餐厅在小白宫，都是儒家因以早的这个招待所。所以你算是内行的普罗啦，当然，无毋对，除了咱有这个老街介绍导览的哟，另外阮今仔日嘛有传到咱的这个两项的这个特色，要来甲大家分享。是，第一项啦，头城这个上芳的这个名产。上芳的是啥物名产？我甲大家一寡暗示好啦。你这介绍我就我甲你讲，就搁讲哎呀，这足够的呢，足够啊！你看这气势，你咱大家，就吃饭啦，你看，兔皮你看，你啥又会带调调吼？唔是啊，又会是啥？很强啦，很强，对啦，当然是很强啊。对啊，这推出来就是很强。那有遮简单，咱的我大家一寡提示好无？这个物件是安尼吼，伊都是真有个性。
有够熟，嘿，真有够性。哎，而且爱食到伊吼，爱有一寡淡薄仔盐分，才食会到。啊，缘分，而且呢，食软无食硬，食软的，嘿，食软无食硬。嫩的，食嫩的，无食硬的。你若是画出来，哎你可能就知。咱力啦，嘿。画出来，是巴了，拔啦，巴了，哎，是拔啦吗？那到底是不是是拔啦嘞？真正是拔啦，吃拔啦，哇，这真正是有的呢。这是对啊巴啦，是嫩的。哎，咱这个头前这个芭乐叫做甜心芭乐。哎，这甜心芭乐就是每一档吼，7月到10月份，这个期间来讲，啊，因为咱有这个太平洋，咱有这个咸水，啊，甲雾咸水雾，啊，会透过这个风，啊，甲咱的这个芭乐树，有一些微量的这个元素，对，哎，啊，都会非常的甜，非常的软，这袂当放伤久哦，那是袂使烤掉。恁食巴啦拢有食籽哦，是啊，句啊，伊这精髓就是吼，爱甲籽吼，嘛甲加落去。啊，哎，因为伊的特色就是你这啊，上甜的就伫心，哎，你就甜心嘛。甜心，哎，第2项啦，第2项来要看卖吼，就是伊的这个特色就是爱甲神明沟通，爱靠伊，啊，甲神明沟通有无？甲神明天线的有台语要安怎讲？天线，天线就是天线哦。这物件呢，就是无？咱看会出来哦吼。 WiFi 机传出 WiFi 机去啦吼，讯息传出去。哎，哦， Q 啊，我知。 Q，第二是 Q 送过咧，连线甲神明应该是算命，要安怎沟通啊？灵媒哦嘿啊嘿，当机是吗？耗子哥，你叫你要甲神明问神明讲，我安尼做好无？行这条好无？若好，互我一个圣杯。来跋杯，啊，笑杯笑安尼你就是问。杯，嘿，跋杯迄个杯。杯。嗯，诶，拢有家己的道理哦。到底答案是圣杯一个。 Q。啊，我伫厝拢会点这呢，线香我拢会点这。恁会当闻看卖无点的正正的味。哦好，敢若亲像咱食的迄个无花果有无？迄种味。啊对，细汉时阵迄款，生甘甜，生哎甘甜。对，迄种味。哦，哦。因为吼，有行咱即马咱偏的这个芳开哦，其实这是咱北台湾最大的手工香的制香厂。你即马看到画面看到这个师傅吼，一般咱传统的这个香来讲，爱透过12道的这个功法，啊，这12道的这个功法制成，每工吼一套早，咱的这个制香的师傅，伊都爱。就是爱透过这12道的这个功法来做，啊，咱在地的这个传人，伊叫做林建宏老师啊，这林建宏老师伊都是2代传承，为这个国术老师了后，伊都是转来故乡继承家业，所以就开始研发。即马片这一款的这个香，其实都是阮每一档拢会办头城老街文化艺术季哈，伊都是透过咱这个南洋语的这个气味。来甲咱这个香的这个香气哦，会当做一个这个研发。你讲的南洋鱼的气味是迄个宜兰的雨的气味。对，这是一些意境。你鼻看敢有雨的气味？对啊，我感觉你闭上眼睛，把酒闭咧。你是毋是会感觉落雨的时阵啊？你是毋是听迄种白噪音？白噪音的时阵，心情就会足平静。对呢，嘛，有受惊的感觉哦。你讲咩名哦？伊讲的迄个雨的气味哦，应该就是讲雨落落来的时阵，迄个土有一个味会清起来。对。啊，可能是这个土地的气味吧。这个调香师伊即马嘛开始去变化，譬如讲咱过去来讲，有一寡在地的这个景色，伊就会去改100度的这个景色去调配那个气味、氛围啦，伊是种氛围感的这个部分啦。真侪咱上班族拢坐办公室对无？啊，其实拢会舒压对无？需要舒压吼。
都会点一罐咱这个手工香来放松心灵。对，感觉心灵拢较平静。对，拢定去呢。因为大家即马压力就大，拢爱身心灵的帮助，放轻松，所以点个香就很棒。哎呀，所以其实咱透过咱今仔日这个介绍，嘛有食到咱这个芭乐，甲这个香，身心灵放松，大家一定会意犹未尽着，无要紧，无要紧。咱今仔日这个节目结束了，欢迎大家来。包车包团，咱互咱这个好厝边啦，来带大家来游头城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咱碰碰啊，介绍了啊，另抓你若去头前就知影哦，你爱买迄软的芭乐，对啊，之前拢唔知。系啊，买迄线香送人，迄偌好呢。你闻了了，你讲话拢足细声的。有较细声吗？有一寡就是变软安尼。安尼我今仔观众困去，你无你搁拉着，我过来接，听喂，因头城行啊来哦，有足侪厉害的斜杠职人，因的职人的背影是上感动的。背影哦，咱这个每一个职人的背影都是小镇的缩影。嘿，你看，写在列册内，这列册，讲是背影，讲是所有的职这人的有在地背影。人、外国人啊搬来住伫头城的人，咱这的这个每一个职人的背影都是咱头城的缩影啦。上感动的风上感景。动的故事。有咧过船仔的啦，嘿，吼，啊这外国人啊，是来头城佚佗游泳的，内底嘛有搭配好朋友啊。哈，像林马丁先生啊，哦伊，是倒一？一个足高的阿根廷阿根廷乐手。音乐家。哦，迄大钢琴。对。哦，啊，佫有人咧掠鱼的。掠鱼。哦，这拢因的背影。你会看到讲，咱有真侪这个在地职人，你看，包括讲，这是咱的这个伫槟榔大边啊，这个车库内底创业，这个蓝文万老师，伊是咱在地这个木艺大师，伊早伊做过这个台菜的主厨，嘛做过铁工，嘛今嘛无师自通来甲你做这个木艺的这个创作，所以伊的专定都是。这一个食物雕刻也有得到国家工艺奖的得主。哇！这是咱在地这个杨美华老师，伊的第一人生是鸡肉铺子。下班之后，伊都是用工笔画来作画，伊是标准为了要这个喝一口牛奶养一头牛的人。伊譬如讲，伊要画兰花，伊就家己种了兰花，种了，伊才家己用工笔画来做创作。这个也有上华航的机上杂志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对啊，伊家己种荷花嘛，伊家己种荷花，到尾伊拢画荷花啊，拢画大白的啊，对吧？非常的难得，非常难得。所以咱头城的这个职人啊，吼，百款，卧虎藏龙的人，拢伫咱的这个行啊来报互你知。哇！啊，遮尔济高人，今仔日敢有人来甲你赞赏？有哦，咱今仔日咯，刷来吼，咱介绍咱的这个好厝边啦，吼，咱的头城好厝边，嘛一路看到阮大汉的这个，伊本身是咱这个100年的这个中药房的这个头家娘。另外呢，伊佫有真侪船长，包含拼布的这个创作，佫有即嘛是格马兰族的服装设计师哦。哇！加你厉害的这个工艺哦。这就在代志。对呢，拢互你搞就好啦。好，来请伊出来。咱来好不？咱来，拢看到，给个机会啦啊！All the way from 头城。 All the way， Yes，Come on， 来介绍你的多男好朋友。咱来掌声欢迎咱的这个100年中药房的这个德安堂中药房赖淑珍老师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来，洪老师来。 足水的呢，啊，佫足有气质的呢。所以你今仔日你看中药来就对啊。这唔是啦，哈，唔是中药，这是内底是一个要互查某囝的祝福的物件。
你未开中药，啊，哪会早这要查某囝祝福的物件，这是啥物意思？这是阮宜兰头城吼特有的一种的文化的生活。嘿，啊，这内底吼的物件，就是要查某囝若出嫁了后吼，爱甲查某囝做相当，所以伊是内底要甲查某囝做相当的物件，啊是查某囝要缀嫁妆的物件，拢爱用过这底。哦，相当啦。嘿啦，嫁妆甲相当。相当，毋捌听过。我甲你讲，相当，我嘛捌听过。这相当厉害的哦，相当困难哦。啊，你要摇一个无？这内底啊，如果你若讲有查某囝要嫁神，你有可能要囥什么嫁妆互查某囝，甲囥这底啊无？一定是现金的啊！就搁讲现金，华咧，手机，对，啊你咧？诶，伪装的物件呢？啊，手机啊，手机啊嘛，手机哦，即马最重要的呢，哦，爱手机啊。手机会使看到新的新的，对吧？Switch 嘛。安尼无我甲大家介绍，这内底答案是啥物好呀？大家介绍，我甲大家分享。都唔对哟，敢都唔对。来，诶，来，今日咱来看这个物件吼，我简单吼先甲大家分享。这个物件这啥？来，灵验，对，灵验吼。咱中国内底灵验卡啊，灵验伊内底有记哦，就是龙的眼睛嘛，哦。然后在中国以前，龙它就是幻化无穷，但是它很灵，它很灵，它会保佑啊。灵验，哦，亏心，哦，这样这个亏心，有一个，是安那相当爱有亏心。这是不是人结婚的时阵，迄淡出去歹脾气，卖带去翁的兜对吧？不是，这个是要祝福的，这拢是祝福查某囝的。阮宜兰这边头前吼，嫁查某囝爱嫁差家，才会趁有食。这项是我亲手听的，亲手做的，要互我的查某囝。过来这书就是我的嫁妆的衫。我的嫁妆的衫，咱伫咱的中国文化内底，送会使送互啥？新娘啊，有新的啊，无啊，搁较早期。送互线是毋是无好的吗？会线。即马是少年的想法，但是伫咱古早的时毋是安尼。应该讲，咱伫个，咱看咱迄个妈祖咧出世，妈祖咧拜出来，迄妈祖的是名拢有迄个旗啊、护线好不好？吼，迄都是表示讲他的身份很尊贵，所以伫个咱这个嫁妆内底的护线，毋是线，不是删掉，嘿，伊是真尊贵的一个身份的象征。吼啊，这个开始就是月亮，都是木头顶月亮。贵妃赶快啊！这就是娘家人给女儿的一个满满的爱跟祝福，让她带回家，心意。对。所以吼，这吼一看这卡吼，伊有一个专有的名词，这个哪叫做啥物？霞拿。跟我共姓哦。甲你写霞拿。是安怎爱囥遮的物件？因为因兜是咧卖中药，卖百万年的中药，啊来介绍先，先来介绍者。你即摆问到重点。这是重点。今仔日要试看来手做，你家己的霞拿。阮这霞拿，伫阮头城足有名的，因为这即摆无人会晓做，所以探掉。啊，讲这个手工艺遮尔啊好，所以袂使就安尼吼，讲家己无去啊。所以我就想讲，因为我爱耍布，所以我就用过布吼，啊去家己做一寡新的文创，来甲咱这个中药家囥做伙做一个结合。所以今仔日要教大家 DIY 体验的，就是这个。蟹兰香包哦，就不错耶！你评看，这是迄51个味呢。对，嘛会使安尼讲，嘿，因为它伊变做讲，即马就是讲，嘿，阮即马是要甲伊甲迄个中药来结合啦，嘿，啊变做讲咱的生活当中比较实用，嘿，啊，即马这是我当初设计文创商品，这就是敢像俄罗斯娃娃的套组，伊会当一直缀落，俄罗斯，对，啊，这个通缀伫桶内底，嘿。哦，真的。对，我设计当初对会使。哦，你哪会遮牛啊？头前出后人。对。哇！我即马先教恁讲吼，安怎称？这有一个比例吼。对，我即马要教恁称吼，来。等下恁称的时候吼，每一个爱甲分开放，所以恁拢爱甲因点名，因为总共有8项吼。来。
这个咱等要包下落，所以咱爱称5分就好吼。 5分。我即马这个夹起来，手要定这个起来哦，定这条起来，我手拍空啊，你看。拍空啊，我的秤腿是毋是袂全翘到顶悬去？安尼的时阵就是伤重吼，所以我就爱搁摕一束仔起来。哦，就是爱家称到平衡啦，手球会较差不多。先轻先轻先轻。安尼顶落，顶落，嘿，嘿，顶落，对，顶掉，毋则袂落去，安尼停掉。嘿，好来，抓油啊，手抓哦油，抓油啊，差不多。过来，有啊啦。这我看一片了，这一片了，这一你称片了。到一支去啊！我感觉你称到一支，有你伤顶吗？这，对啊，你有刷你顶吗？有啊，刷你顶吗？黑掉，这，嘿，拢总背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嘿，拢总背啊，顶就对啊。啊，你有准的你，加都准啊！你看，神抓手，所以侪人咧排队讲要爱啦，哎呀，讲要爱这啥呐？安尼你知无？准，哇，准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哈，可以我安尼我免搁甲你教，我想讲来爱搁会教。使会使。好来，哎呀，你是莫称伤重，无你等下会包袂落。我这一应该定拄啊嘛要好，伤济，我感觉要搁伤济。伤这哦，拄啊好，你看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！你啊，看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八了。项哦，你爱点哦，哦，大家拢爱分开坑哦，来。你可以看，哦对啊，你爱点8项啊，你有8项嘛？无你等无动，无你欠啥你唔知有哦。我拢有咧甲看，我上认真啊我。8项处理好势，对啊，嘿，有啦， 1、2、3、可以，哎，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好，刚刚好。 4、6、8嘛。你欠什么？都是无好啦是。毋是迄？是毋啊，是迄？这啦，嘿啦，我一看就知影欠一个啊，你嘛拜。头家，哦，头家好咧，啦，你嘛8项啊嘛。伤重一点有收到吗？还好，可以哦。有好好， ，OK。来，背8啊，项好势啊，老老师师。啊，过来咧。来，你我讲吼，来，嘿，做这个红布甲变过来，你变过来倒落去，倒来，对，好，过甲倒咧。哎，你家己甲倒咧。你看，咱速度过来偌紧咧。过来，哎，我做大包的，第三嘛，带大包拄啊好，这拢有正当清过的。真的个，啊，真的啦。哦，我老师，老师过来，过来，好，啊，甲包起来。包起来，哦，过来，搁一束啊。老师无教你，你家己会晓呢。哦，伤这，有样看样无样，家己收呢。你有够厉我害。是惊你包袂起来啦。包袂起来哦，哎，刚刚哎，好，来看较细力啊的，水饺啊，咱较细力的。哎，收仔啊，我见你伤济，你会包袂了，你会包袂到。哎，无事无事，OK。还有一个，哦，伊安尼拄啊好。你看，老师你看伊拄啊好。多好，你看，啊，过来咧。水饺，过来吼，你即马摕这个乌，嘿这个 QQ 线吼， QQ。你就甲定掉，安尼开始你甲等，你甲等，哦，刚刚晓肉掌赶快，对，嘿，肉粽啊，你爱定这边头，我讲定这边头，哦好，安尼，嘿，你要定这边头啊，安尼等，安尼毋则袂扭去，嘿，对啊。定这边头安尼等，嘿，啊，你家己啊你爱等，啊你爱扭按哦，你爱扭，我紧，你爱等，你洗内底，洗内底就好啊，洗内底就好啊，洗去内底就好啊，这家就落，你知道？就胖的呢，足芳的吼，对啊，刚刚别手绑到我，你有代志了。正经的啦。好啦，对对， OK 啊，OK 啊，哎呀，你拍夹啊？你有拍夹无？无呢，哦，毋免拍夹，免拍夹这无咧拍夹即摆就是讲你夹到按了后，你确定他伊的喙袂开开吼，你就拿它应该是戳断啊，啊可以，哎，甲扭断就好，直接戳断就好啊，。伊袂断开。哦，啊，你甲洗内底，哦洗有啊，红酥你只要搁叫伊搁绑一盖啊，对。哦别过啊，你拍头。地无条伤大包，伤大包。伤大包的糖拢会包袂落去，哎呀，伤过糖心啦。包甲足水的你看，哎呢，为什么啊？包甲足水的你看，嘿，对，哦。对，包足水的，伤大包，伤大包吗？哎，无你甲定，戳，球，哎，戳，哎，甲字字的。这伫你的中药房会使做这 DIY，哎呀，会使去做体验可以啊 DIY 课程对，嘿，可以。哎对，哇，你哦，足水呢，啊，红对。线绑起来。这个红线这个红线哦，红色，来，嘿，甲一个蝴蝶结安尼，甲一个蝴蝶结。哎，这条你这足成卤包了。
那安尼啊，怪怪的。来拔起来，搞不开，足难的呢。我悄悄已经有你悄的手就是像我拄安尼吼，这边即马你安尼甲定，怎甲定掉啊？定好按了，你先甲固定，先甲固定，互伊袂走去了。固定，嘿，固定住了，你就一直甲洗，锁啊，小啊，甲扭者，但是莫错到长去，无你到时阵还袂按的时候，你就错你错。对啊，这 QQ 线。对。我感觉伊 QQ 呢。啊，你也感觉讲，有按的时阵，你再甲扭断。哎，安尼 OK 啊，你看。对啊。哦，水哦。哦，嘛水啊。红线佫甲夹起。对，红线佫甲夹起。水。对。嘛是安尼一直甲。夹一个蝴蝶，你甲夹蝴蝶哦。啊，蜜蜂会使。会啊，你也会使夹蜜蜂，夹蜜蜂嘛会使。我讲要甲伊规个蜜蜂起来，哪袂走出来？夹一个蝴蝶嘛。哎啦，无你夹蜜蜂，就是要夹起来变蜜蜂。QQ 线。你搁大贵啊！哦，无要紧，搁一届。你这是等于煮油饭好啊。这吼，这会使订，迄会使订。啊，这是毋是爱连起来？对，咱遮拄啊有这个，你来遮个连。伊拄啊讲的是真正的哦。较早我生囝的时阵哦，爱去阮兜娘家报酒。报酒就是爱用过拄啊迄上拿落去打，然后一边底啥啦？一边底加酒啊，一边底油饭，爱转去有娘家的妈妈迄边的人去食。哦。或者报酒。报酒哦。对，伊拄啊讲的就是报酒。哦。哎，较早是爱家己用打上拿。对，传统的是安尼啦。那就真正要甲妈妈说多谢啦。对哦。啊，你这是安那黏咧边啊哈？用这。哦。我来。好。因为本来是用天的啦，我惊你现场天袂好是。无要紧，你等下甲整形。我甲你讲哦，你这等下才用。你这先甲整形。你会使先互大家看一下。好。啊，你即摆你有家己想啊？我甲你讲，你这个想啊，你想要缀啥物送啥物啦？嘿，要送啥物？我想要送阮囝。你要送恁囝？嘿。啊，你要缀啥物送恁囝？因为伊即马就要1岁，要一岁啊，所以我想要放迄哆啦 A 梦的百宝袋伫内底，敢这共款，伫一个摞啊，啊，伊若是拄着啥物问题，都会当转来厝内底，啊，老爸会替你解决。哇！安尼要互伊做靠霸主就对了。嘿，就靠霸主。哦。是，嘿啊。啊，你想拿要缀啥物？我的想拿爱送互阮妈妈，因为伊最近2年身体无啥好，但是伊的兴趣是种多肉植物，所以甲这当做细đồ下，互伊亲像多肉植物，赶快爱肥起来，卖一点散，爱身体身体若健康就生吧。对。祝福妈妈身体健康，对。想拿就有意义，真好，是啊，足鼓吹的，满的祝福。嘿，对，希望讲大家家己啊，拢甲满的爱吼，甲祝福拢早转去恁兜，送互你心爱的人。拢早转去，但是到底有要来头城佚佗无？哎呀，想要去佚佗吼，你就看你想拿缀一寡四首啊做伙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到底有要来头城佚佗无？1、2、3，来去，哦，安尼来去，耶！